大家阿曼啊，无我敲一下椅啊！大家阿曼，大家好，我是阿慧。我今日要来啉红牛啊！以前捌啉过红牛啊，忘记问大家听台语还是中文了。好，随便，我们等一下就随便。嘿，先来跟大家晚安一下哦，先来跟大家小姐们。气候好，暗暗环境，今日啉抹茶，今天喝抹茶是不是？我好像很久没喝抹茶嘞。其实我对抹茶好像没有特别喜欢，但是就偶尔喝一下也还不错。然后顺带一提，我之前去咖啡店工作的时候是有经过面试，然后第一次去面试的时候，我觉得不点一个饮料好像蛮尴尬的。然后我第一次点的饮料就是一杯抹茶牛奶。好，不重要的小回忆。一头留个下上，赞啊抹茶立马来泡几杯。哦，好，所以你现在也是在喝抹茶是吧？那我可以叫你伊藤抹茶吗？嗨，神版卡米萨卡啊，你好。那个卡住吗？有卡的吗？那个其他人可以看，就是有卡的话，可以跟我说一下，我看我能怎么样？什么古令？抹茶牛奶啊？抹茶牛奶怎么了吗？抹茶牛奶怎么了吗？我讲错话了吗？因为今天有点累，所以如果讲错话也是正常的啊。好 ，Hi YU， Hi， 我应该叫你 YU 吗？你好，欢迎你来。阿曼，好，那个大家吃晚餐了没？我今天晚餐吃炒饭，对，好。我发现我是不是应该找个图给你们看呢？就是我今天喝的红牛的口味啊。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有没有图。我太匆忙了，没有先找好。等我一下啊。好伊藤绿茶老师有新形态了。我知道你的账号好像有红茶、绿茶，那我不知道还有没有第三个账号。有的话，可能我就是单纯还没有机会遇到。你也可以贴给我，没关系。阿轰安，欢迎安安，欢迎来。你好啊。好啊，我找到其中一个我今天准备了2罐，这样不会喝太多？因为其实是有咖啡因的饮料，所以其实我有犹豫一下，就是这样会不会喝太多？会不会等一下就是心脏爆裂这样子？但是都是小罐的啦，就是250毫升的。我看它250毫升的买2罐有特价，所以我就好，我就买2罐，应该是还好。对，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普通的经典口味，就是跟我手上拿的这个差不多啦。对，就是经典款。然后另外还有看到一个看起来蛮酷的口味，我直接先拿图片给你们看一下，是这个粉红色的，然后它是野莓风味，看来也没什么，不是，就是莓果风味的，不知道喝起来怎么样。我其实原味也没喝过，所以我真的是今天真的是来初见红牛的，有分红茶就泡一般香的绿茶是中文的留言自动列成台语。红茶的泡一般香，绿茶是普通色胶，还有一个黑茶，真的假的？不早讲，你该不会有偷画我的图吧？不讲啊？我再去看看。哇，今天你网络好差，真的吗？今天真的网络烂吗？大家都在转吗？真的假的？看一下我能做什么？好像做不了什么完了，做不了什么。好，气泡烤味，应该是算是气泡烤味。我其实嘛没详细看呢，我也没有仔细看它上面到底写了些什么果，反正大概也是香料吧，大概也不是真的莓果吧。Black tea 啊，黑茶，原来黑茶是 Black tea， 有道理。为什么非常君是喝红牛不是喝咖啡？都是一堆咖啡因啦，应该是功能类似啦，功能应该类似，差不多。
今天的牛不给力，真的假的？网路很烂是吗？好像因为最近下雨的关系，所以好像很多人开台都网路都不太好哦。所以大家看一看都会转，都会卡哦。这一类的好啊，什么意思？什么这一类的什么物件这一类的好啊？用手机看还算顺，好，那可能每个人的那个连线状况不太一样，可能吧。好，我要先开哪一个啊？讲一句话会转3秒，完了。看拖天气歹，无啊，不是啊，我都不知道创啥。YouTube 要转我是有办法哦。我那个网路已经尽量弄，就是大家知道那个申办网路的时候可以选那个，就是我想要怎么说，网路的速度其实有2种，就是一个是上传速度，一个是下载速度。所以对我们这种要开直播的人来说，那个上传速度也蛮重要的。我已经是有特别加强这个上传速度了。所以如果还卡的话，那大概就是 YouTube 的伺服器的关系。这个就是我能做的也做了，那再来就没办法。对，好啦，我来用个调查好了，先开哪一个口味？好无聊，这个也要调查。先开哪个口味？结局关闭耶。啊，原来不是我们奇怪，我平常都跟你们聊什么？为什么我讲关闭的时候就觉得好像话题突然就变得很奇怪？不是好。原味跟莓果，对，莓果，好，来，邓票，请大家投一下。上面都不知道做安呢，这类的好啊 ，OK。我也当恭维，我还是可以讲话，然后太卡的话，你们就晚点来补档，不然也没办法。啊，封包传递的上传下载都很重要，一边出问题就会卡了。原来如此。但就我所知，下载速度应该都是比上传快吧？至少我能选的方案里面都是这样。我是对网络没有很懂啦，就是没有很懂。不是绿茶怎么什么都会啊，好强！阿峰是用台湾Aniki 那什么？那灯料有顺，所以是转圈圈转完之后就比较顺吗？啊，或是如果我不知道可是我没开那个吼。那个对耶，你们没办法往后拉哇，现在也没办法改了。好，你们没办法往后拉，那就真的要好吧？我们就用祈祷的吧，我们就祈祷那个 YouTube 不要那个，就是请 YouTube 把多一点网路留给我用，谢谢。好啦，那我们就来，你看这个投票评分秋色呢。现在基本上都在看留言区讲什么，完蛋！我想一下哦，好吧，我好像现在没办法，可以吗？可以耶。好，那个如果很卡的人，你们等一下帮我重新整理啊，我打字好了，不然很卡的人应该是听不到我讲什么。记得5号就免插香，不是安尼讲，敢是安尼讲。好，我等一下哦，网路很卡的人，我想想怎么讲，转圈圈的人帮我重整一下，可能可以往后拉一点。好，我开了那个可以往后拉的那个，所以如果很卡的话，等一下可以往后拉。好，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啦。好，那我看一下，哇，只有5个人投票，好吧。那我们就先开原味的吧，然后一样照惯例，就是那个留言区就是当自己家，那你们想聊什么，你们想丢什么话题随便丢 ，OK 的。往后拉，如果指的是实况的话，那对，之前看，我应该这开罐的声音应该给你们听一下，哇，好像很好听。往后拉，如果指的是实况的话，之前看子昌的台也是很转，但是它可以往后拉，延迟5分钟再追就会比较顺利。好，至少就可以听得懂我在讲什么了，对不对？去洗一下碗，喝5 C 碗，赞。好啦，来喝喝看原味的
原味的红牛是什么味道吧。好紧张哦，好紧张哦，从来没喝过哎。它闻起来好像维大利哦，是我的错觉吗？它闻起来好像维大利哦，是因为里面加了一堆那个叫什么维他命 C 是不是？看一下成分哦，香料、咖啡因、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啊，所以这是维他命的味道啊，不确定。先开原味，对，已经开了，已经开原味了。哎，绿茶有没有重整啊？可以，你等一下如果往后拉的比较顺的话，可以跟我讲一下。好难描述、哦。嗨，塞卡初见，安安，欢迎欢迎。嗨，阿健，安安，欢迎。假爸爸，假爸爸。塞卡，前几天是不是有跑进我的 DC 伺服器啊？但这是你第一次跟到直播，对不对？我对你的名字有好像蛮好记的，所以有个印象。我不知道怎么，我再喝一口。不知道没有想象中甜呢，我以为会超甜，但我觉得喝起来好像还好，酸酸的，酸酸的。很欢迎新朋友，因为有蛮多观众就是可能有看台，但是不一定会跑进 DC， 但是我是蛮喜欢看到 DC 里面人越来越多的啦，因为那个 DC 里面就有时候大家可以讨论蛮多事情的，比如说有些人会讨论一些那个台语的讲法，没听过或是不确定是什么的，我蛮喜欢看这种互动的。这样说好怪哦，好好笑。反正就是这样，然后就是没有啦。我觉得我的 DC 跟其他 VTuber 的朋友比起来还蛮冷清的，所以看到 DC 有比较多人在聊天，会蛮开心的。对，那还真的是一堆维他命，真的假的？所以里面是一堆维他命。原来没喝过原味吗？对啊，我的那个说明栏，好，大家应该不会看说明栏，但我应该好像有写，就是我是初见红牛，对，我第一次喝红牛，有趣。现在暗时啊啉红牛，不是？你觉得我的作息看起来有跟大家一样吗？你们的晚上是我的晚上吗？或者是说，谁说晚上一定要睡觉呢？我不只要喝红牛，我还准备喝2罐。好啦，听起来是蛮有毛病的，这样比较耸动吧，这样比较酷吧？会不会有人就是那个在 YouTube 滑一滑就看到有人开红牛杂谈，然后就想说，靠北，现在晚上8点13分，谁会想到晚上8点13分喝提神饮料？然后就点进来看。如果有的话，可能就达成目的了，那也不错。啊，猫猫都怕在 DC 太吵，不会啦，不会啦。我觉得通常，不是啊，就是如果有人觉得吵的话，他应该自己把那个通知关掉。对，就是那本来就是给大家聊天互动的地方，所以应该是不用太担心。对啊，已经是往后拉的状态，现在是人在黑洞里面跟台，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黑洞里面跟台，黑洞会有时间延迟吗？我是不太懂黑洞。重新整理会好一点。好，卡卡的朋友就请试试看，谢谢。不要玩命火蛇，咖啡因中毒箱子。喝2罐会怎样吗？我有查一下，就是那个每天最多可以喝几罐红牛。红牛自己的网站说，那个如果是250cc 的话，一天可以喝到5罐，就是最多5罐。我2罐应该我不知道啦，等下不舒服我就会停，不要紧张。我的台语很厉害，被我台语新过来，真的假的？另外是不是应该加讲过？想要讲台语要讲啥？好，唔知，小等加大大声。知影，即马就来洗版，好，会使。我若看到，我若有闲，我一定会回。毋过有些较无闲的，有些会想要回，毋过无闲煞都袂记进。即种状况嘛是定有的。我尽量。转播关掉，关什么？我的海信啊，海什么？转播关掉是关啥？
师母嗨，晚安，师母你好，我变星际宝贝，那我要先是宝贝啊，请问我是你们的宝贝吗？如果是的话，我就可以成为星际宝贝。哇，怎么喝提神饮料讲出很像喝醉酒才会讲的话、我也是蛮强的嘛。用我之后的精神来现在用啊，有可能好像说这种东西就是会这样嘛，就是你之后还是需要还那个债的，对，没关系，说不定这样我可以睡得更好啊，会吗？不知道。无事时先吐一下，观众的愈多，应该不会吧？我像是那种路线吗？我像是那种路线的主播吗？阿峰是讲把通知全部关掉啊，原来是这样。红牛这么低哦，那记错了，应该是哇，魔爪最惨 Monster 或其他提神饮料哦，这样子哦。等一下，我看一下里面到底有多少。咖啡因没写，咖啡因有多少没写？真的假的？是我眼托吗？咖啡因每100 ml 有32毫克，这样是多少？我其实不知道那个每天最多可以喝多少完蛋。嗨，0287，欢迎你来，晚安啊！好，来看一下咖啡因，咖啡因摄取量，每日建议摄取不要超过300。我喝1罐的话，就喝了快100，那离300还蛮远的。哇，那是不是其实还好？讲啥拢好听，不是熊要讲，你也不知道要讲啥呢？没关系，我可以拿那个前几天那个转盘出来用，就是那个话题转盘，突然不知道聊什么的时候可以转一下。讲好，讲。齐好，嗨。我转到来讲一下恋爱话题。恋爱的话题是要讲啥？大家敢有谈过恋爱啊？哇，这是什么话题？我想看卖，我有啥物通讲诶？我甲灰色的代志应该进前拢甲大家讲足济啊。那恁若是有啥物想要问诶，嘛是会使问。我若会当回答的，我就回答。阿峰讲无，毋是叫观众讲这那像嘛怪怪，所以其实大家嘛免回答袂要紧。就爱听酸酸甜甜的恋爱故事。其实我也是，无啊，就是有时就是身躯边的朋友啊，因咧谈恋爱的时阵，有时迄个人若是兴趣啊，还是啥物的，有时会甲朋友分享有无？但是有时可能你的朋友就会甲你讲伊去介意着啥物人有啥物款的心情安怎？我上爱听迄种的，我是真正做爱听迄种的。蛮喜欢，就是看到别人幸福的样子，还蛮开心的啊，大概是这样子吧。但有些人就不喜欢，有些人就不喜欢被闪到，也是有。兴趣比死佫较艰苦吼。捌兴趣的人可能大概，可能会当体会啦。我甲灰色的爱情故事其实无特别。那像无做特别呢，就是顺啊，敢是安尼讲，就是顺啊自然啊，就行做伙啊。那像无啥物做8点档的，还是啥物做刺激、做特别的，无。有哦，就去车上。有恋爱故事要甲大家分享是无？饲好讲有够幸网家真本这就是传说中的网女是无？
敢是讲网路，这就是哇，即马这个时代应该算足普遍哦，应该真侪人会安怎讲，可能会对漫画还是小说内底，还是啥物的，去有迄种感情哈，嘛是会当体会，嘛是会当体会。我嘛毋是讲无这种经验啦。嗨，宇空警完你好，欢迎你在剪片，哇，你好厉害哦！我剪片的时候没有办法一边看台，我有时候也会想要一边剪片一边看台，但是我真的没办法，因为我其实是很容易分心的人，所以我就连放那种不是会有那种工作用的 BGM 吗？就是那种可能就是轻音乐，还是就可能没有 vocal 的音乐这种，那个我也没办法，那个也会让我更不专心，所以我没办法，我反而是要完全没有任何其他声音，我才有办法工作，所以我没有办法一边看别人的台一边工作，好难过哦。然后我就一直工作，所以我就一直没办法看台，很烦欸。这嘛是顺顺就做独身呢。绿车上讲做独身较好，这是大家人迄个要安怎讲？独身甲有伴拢有好的所在啦，迄个拢有好的所在。嘿，这要安怎讲？唔知影要安怎讲，唔敢讲。哎，清清淡淡，细水长流，稳稳的很赞。我也是。我其实觉得，怎么讲？看别人喜欢看轰轰烈烈啦，但是自己谈恋爱果然还是喜欢细水长流的，好过分哦！喜欢看别人爆破，然后可以吃别人的瓜，有够爽。但是自己的话就是，稳稳的，就是细水长流比较好。哇，等我一下哦，发现我有一个噪音来源要去处理一下，等我1秒，没有1秒那么快，但等我一下下。OK， 什么阿峰做意爱钢弹 X 啊是角色是吧？是有个角色叫 X 啊吗？我唔知，我无看迄出，所以我无了解。唯一做伙的查某囡仔是控制狂哦，我之前嘛捌交一个算小可控制狂，真正无法度，真正做痛苦。若捌有经验的人应该能体会。上好是莫有经验，真艰苦。独身嘛会晓骑高轮车，啥物意思？真正厉害，上济使一边看台一边画图啊！对啊，画图这种代志，虽然我无咧画图，毋过进前捌想要画图，想要家己小练习的时阵，会当哪听，就是好啦，就甲大家讲，我就是迄个伫迄个老师咧顶边上课的时阵，伫下骹画图安尼，嘿，就是有法度一面听，就是哪听哪画安尼。嘿，别项代志应该是真正无法度。嘿，猫啊，唔是，那个噪音来源是电子设备，不是猫咪。嘿，总之我处理好了。猫咪的话就不用处理了啦，大家听到猫咪叫，应该流量会变好吧？应该吧？嗨，克泽，你好，蛇哥初见安安，你好，克泽初见安安，你好，欢迎你来。我现在在喝红牛，然后。不知道就喝起来像饮料，好酸哦，比想象中酸很多哎，是因为那个吗？哦，它有加柠檬酸，好的，还有牛磺酸哎，牛磺酸是不是提神成分啊？怎么好像看一些那个，虽然我平常也没在喝，就我好像是没喝过能量饮料，但是好像很多能量饮料都会有牛磺酸这个成分，是不是提神啊？原来好好讲的猫啊是，噪音安怎念？
是噪音来源吗？常常是啊。我家猫，阮厝里的鸟啊，都搞诶，它话很多，所以它蛮吵的。就它是个会走路的噪音来源，不用怀疑。红牛敢好啉？袂歹啦，毋过我较介意咖啡，我即摆头一个想法是，我应该较介意咖啡，所以红牛，后摆无一定会搁啉，可能不会想再喝，好像我不知道，我喜欢咖啡。建议红牛不够台喝蛮牛，好像可以耶，我也没喝过耶，是真的没喝过啦，有机会喝喝看，不知道味道是会不会类似吼。阿辉敢啉酸的咖啡，较无咧啉酸的，因为若做酸的，通常都无法度加牛奶有无？所以若做酸的，通常就是无啊，我就较无法度食苦。吃不了苦啊！通常食咖啡的时阵，拢较爱食有牛奶的，酸的就通常无法度加牛奶，所以就较无咧啉，哦，红牛算好啉，感觉维他命的味足重，是安尼呢？哦，蛮牛好喝，真假的？这个感觉大家喜好差蛮多诶。哦，侧音是无？侧音噪音读做侧音，卖当讲杂音好学起来。侧音，好啦，有机会再来喝蛮牛啦，还有保利达 B 啦，那些感觉都蛮台的，是该喝喝看。人生都那么苦了，不要再吃苦了。没错，这就是我。哦，不然我再转一下转盘好了啦。因为今天画面的安排没有给大家看到我的转盘，同意保利达是吗？我都没喝过哎。等一下，保利达 B 吗？那个是提神的吗？记得我看一下，保利达 B 不是药酒啊？哦。提神的药酒啊，提神的药酒，好酷哦！提神的酒，哇，克泽也很卡吗？很卡的话，可以就是往后拉一点点，没关系，我们就慢慢聊，随意聊。蛮牛那个玻璃干，那你刚刚做喝看，我觉得那个是蛮特别的啦，是蛮特别的。的确是会很想把它的碎片收集起来，然后拿去做成工艺作品。虽然我根本不会，做工艺作品，但是感觉把那个颜色的玻璃拿去那个碎片拿去烧过，应该。再变成新的玻璃应该会蛮好看的。保利达套莎莎亚吗？没试过我根本就没喝过保利达 B。但我其实没有很爱椰奶，我其实没有很喜欢椰子水跟椰奶，我都没有很喜欢，但是也是可以试试看。真假的？推到6分钟也是转爆，今晚只能看聊天室之后再补档。完了，好吧。延迟1分多钟是你的问题吗？当然不是，肯定是 YouTube 的问题，好不好？肯定是 YouTube 在搞。最近好像 YouTube 真的状况很差7号到站啊，你是要转厝是吧？你是要转庙，转去你的庙里。阿峰领导3只猫啊，唔过1只17岁，哇！中什么？中细鸡鸟哦，中细鸡鸟，17岁算是有岁呢。猫咪到17岁应该很老咯。
好一点，2分30秒，真的假的？好，我们今天就来那个大延迟跨时空聊天，好不好？很浪漫呢，就是跨越时空的杂谈。头实在也无啉过，想要试看卖啊！我嘛无啉过，好啦，有机会再试看卖啦。我没喝过保利达，所以也是蛮新鲜的。怎么办？我是开不了第2罐，总觉得它的咖啡因还是有点效果的，我是有稍微感觉到，说不出来，没有到心悸啦，也没有到手抖，但是稍微感觉得到，好像有点什么作用了，有点什么在我的身体里开始运作了。克泽个人觉得还是保利达套沙士。好啦，下次开保利达回啦，下次开个保利达。保利达，哇，这样感觉有点像调酒，是不是？就是如果来个保利达，然后套各种东西调看，这样子，好像不错哦。就想喝完头痛的感觉同事惹的祸都不会让你头痛了，是这样子吗？是这样子吗？我好像有道理耶，先让自己的头够痛，然后你就不会再更痛了。好聪明，大家学会了吗？真的很提神吗？我也不知道哎，就是因为不是没有，我觉得你问咖啡因中毒的人这个问题好像没什么参考价值哦。不过我今天确实是为了这个。就是因为知道要喝红牛，所以我起床之后都没喝咖啡，因为我怕我那个超量，我怕我那个咖啡因量超标，所以没有。应该是有效果吧，感觉是有效果，但是什么呢？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咖啡的味道。老鸟过身，阮爸大概做唔甘的啊，都对恁兜17年，对不？17年的感情，这肯定应该可以想象吧？阮兜这只鸟啊，来阮兜3档的款哦，要3档，你要3档，因为伊原底嘛是迄个叫做啥？原底嘛是迄个。就是伫外口用放送的，足细汉的安尼，足细汉的时阵，就该带倒转来，所以算应该嘛差不多3岁，唔知影，都无都想象讲时到，若是真正要分开的时阵是啥物感觉，无这种经验，无都想象，唔知影会安怎，时到才甲大家分享啦。应该还要蛮久的，但反正我应该短时间内也不会毕业，所以应该是不会毕业啦，所以应该也还好。个人是应该比较少在毕业的。黑洞伙伴吗？欢迎大家跟你一起进黑洞跟台。我人在世界会不会冷？要多加外套。哇，好久没听到世界这个词，但我其实也不太懂呢。黑洞伙伴旋转握手。是怎样啊？直接变成黑洞好伙伴了吗？怎么感觉我被你们排挤？好，不然我们再转一下转盘好了。来聊聊可爱动物的话题吧。大家喜欢什么动物啊？猫咪3岁，好像人类28岁，真的假的？那它应该可以出去赚钱了吧？我是不是应该叫我家的猫出去赚钱了？已经28岁了呢，已经28岁了，应该要为这个家做一点贡献了吧？不可能整天待在家里面吃大家的、用大家的，然后还意见一堆吧？好啦，这要求较过分啦。什么？甲细汉带倒转来，什么意思？甲细汉的猫啊，什么？
给细汉呢，什么？阮兜鸟也无细汉呢，他应该是吃不开啊，应该是没有那种办法。叫他来开台，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真的不知道他最近都不太喜欢找我，他最近都很孤僻呀，搞不懂他到底想干嘛。我家的猫最近就是有时候很孤僻，但是要找人的时候又很吵，你知道吗？就是不想理你的时候，就直接当做你不存在，然后他就随便他想去哪就去哪。但是要找你的时候狂叫，然后就是你不理他就一直叫，真的是蛮彭康好朋友有啥物黑白讲话啊？你讲看麦，你若真正讲甲伤超过，才甲你变调，袂要紧啊！你讲看麦。大家喜欢什么动物啊？真的假的？有人看过猫咖开24小时 YouTube 直播，居然还有人一直抖内。我觉得猫咖开24小时直播是还好啦，我觉得那个养鸭子的。那个鸭子的养殖场开24小时直播比较酷吧？那个真的是意想不到怎么有这招啊？怎么想得到啊？那个也蛮有趣的，对啊，会不会叫我家猫咪来开台，然后反而那个流量还比较好？怎么好像很有可能啊？怎么会这样？叫你要做回来害死啊？不是啊，叫伊来伊都袂来，对不？伊都无在听我的话，叫伊来都不是话来就来，完全看伊的心情哈，很大牌啊，很大牌，有机会再给你们听啊。看起来是机会渺茫。虽然没有养过狗，但我其实蛮喜欢狗的。那天图奇飞过去看鸭子呱呱叫的时候，真的问号。我是。就因为比较少在看台，所以也没什么在看图奇，所以我是没有被降到那边过啦。但是我自己点开来看过，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好像前阵子蛮多人，前阵子嘛也有点久了啦，反正就是他刚开始爆红的时候，还蛮多人在讨论的。我就想说真的假的，然后就去看一下，就好哦，这样也能开，好厉害。虽然没有养过狗，但我其实对某几种狗还蛮喜欢的，只是看一些网络影片的时候很喜欢。我觉得八哥很可爱，然后吉娃娃，吉娃娃要看个性，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少数的吉娃娃好像不会吵，就是当然有一种是水脑症的，但是不只有水脑症的吉娃娃会很安静，就是好像之前。我好像去某一家店的时候，他们店里也有吉娃娃，然后它是很老的吉娃娃，就是它不知道是因为很老所以很温驯还是怎样，然后就胖胖的，然后老的，然后就很可爱，因为它就也不会吵，然后还会给你摸，对，然后就看起来很小只，对，就也蛮可爱的。所以今日恁家的鸟，你要甲伊抱，就是甲抱，伊若无爱甲你。伊若无爱甲你加，你就互加。啊？伊若无爱甲你加，你就互加。你是安怎？你是咧安怎？原来是中式吉娃娃。我也不知道这看起来就是已经有点老了，然后可能行动也不太方便了，但是就。因为很温驯，所以还蛮可爱的。更新完就好了，是手机版的 YouTube 应用程式更新吗？还是什么？看到我的分享了，分享什么分享？蝙蝠超可爱，长帅气翅膀的小老鼠或小狗，确实啊，那个脸确实长得还蛮可爱的，对。然后我是没养过，但是有看过有人有养，然后。就看起来蛮可爱的啊，刺猬好像也很可爱呢。刺猬好像也是会蛮多人会当做宠物的，所以在网络上想要找可爱刺猬影片的话，也是找得到的，还不错，还不错。
手机更新好就好了，哇，好酷啊！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原理了。手机没得更新啊，好吧。手机 YouTube 的应用程式的更新是不是？应用程式的更新。哦，我的猫猫最可爱了，有养过2只乌龟，本来以为会陪你到老，结果都生病过世了。对吼，大家对乌龟的印象应该是蛮长寿的吼，就是可能可以陪到蛮老。我不知道，当然品种也不一样，所以我其实也不太确定。我也没养过乌龟，对。但是乌龟好像确实蛮可爱的。之前在那个，反正就是之前在老家附近的庙，那边有水池，然后水池里面有养乌龟。然后之前就是放饭的时候，就是放一堆菜叶给他们吃，他们吃东西其实蛮快的，然后很可爱，很可爱。乌龟吃东西好可爱。安尼阿慧会使接台湾安尼个业配，较袂长哦。好，欢迎业配，欢迎业配。各位厂商爸爸、厂商妈妈，有钱欢迎来讨论。只要觉得有适合，肯定都可以。他们确实10几岁了，巴西乌龟啊，比人活得久吼。除了乌龟之外，好像鹦鹉，好像有一种鹦鹉也是很长寿的，就是好像有鹦鹉可以活到100多岁，然后通常会比人还老的，好像有听过，那感觉很妙，就是可能你可能你已经去做仙啊。你饲的鹦哥要活咧，伊应该会记得有这个人，所以伊会知影你已经过身啦，好像蛮微妙的，跟大部分的宠物不太一样，感觉难以想象，有点难想象。哇，脱离黑洞了，太棒了！2位黑洞好朋友手牵手转圈圈，一起脱离黑洞了，恭喜恭喜恭喜！乌龟跑起来很快哦，猫都会吓到。对啊，乌龟真的要跑起来，其实蛮快的。我不知道，我是觉得蛮可爱的。想着悲伤的故事，什么故事会使讲看吗？鹦鹉100岁。对啊，我记得不是所有品种，但是有特定一些品种的鹦鹉，好像可以活到很老，非常老。我查一下好了。鹦鹉100岁。葵花凤头鹦鹉，凤头鹦鹉好像可以活蛮久，灰鹦鹉也可以活个50、60哦。驾鹤西归的那一天，会看到鹤在叫鹦鹉前辈，这感觉可以画到漫画里面，不管是搞笑的还是就好像蛮可爱，好像蛮有意思的。要抓他们刷龟壳，然后都跑给你追，好可爱哦，好可爱啊！乌龟是要定期帮它刷龟壳的是吗？像洗澡这样吗？没有养过，我不知道。嗨，伊里，晚安，晚安，伊里，安安。这个人我保了，你走吧是什么意思？是可以回人间了是吗？是这样子吗？哇！我刚刚在推特有补充，就是我今天突然决定，今天这个牛杂如果开个 V 棚凸带好像不错。对，然后我看到伊里有回，不知道伊里等一下会不会打过来？其后也可以打过来，只要你是 V 棚，然后你觉得你跟我够熟的，你有我的 DC， 都可以直接打过来。老人回到位啊，嘿，对，差不多。老人会啊，伊你真卡来哇，讲卡就卡。嗨，小等者哦，我把声开互大家。哇，真正是好兄弟，画卡就卡。因为等下我压力跳跳。好，因为我听到我的声，我不想要听到我的声。现在无想要听到家己的声。
因为这去家叫的呀。哦，这我毋过我开始你有惯势啊，因为我定咧加家己的片，啊，惯势呢，嘿听久对呢，的惯势。确实是。毋过阿袂，虽然讲偌久以前就开始听家己的物件，毋过阿袂。对啊，我应该要画你先摆吼，不，这个 VTuber 世界中，真正，是安怎啊？是安怎？各个迄个 VTuber 拢无甲伊互叫先摆，想当袂起啊！做偌济年啊，无做出成绩啊，歹势互人叫先派啊！敢是安尼讲？我是安尼啦。哦，好啦，我应该嘛，我毋知呢。若有人叫我先摆，我应该嘛感觉怪怪。无要紧啊，你已经嘛，已经对，你已经对咱算讲先派啊，够差，对不对？敢有？会使啦，啊，无做偌久。啊，敢有要紧？对啦，我面皮若有够高就无差。哎呀，凭你靠标出来，拢已经差不多有啊。哎呀，佮有一个讲要出海时要不出来，个互人时间啦，太正，听起来太正经历史。讲起来，而且要比派，你无一定会赢哦。哦，你是讲颠倒时间人比我较歹一下？哎呀，这我唔知，可怜，更加可怜。迄算奖励啦。哎呀，大家拢嘛爱。大家拢嘛爱吼。哎呀，大家拢嘛爱互人错。敢有够大家？大部分的人咱是啦，我毋知影敢有我应该算是啦。啊，差不多刚到50分就差不多，因为两边搁要开海线。嘿，无问题。你有来，我就足欢喜，足感动啊！多谢，对，是讲罔讲啊。最近过了安怎啊？但我这个袂着啊，起码水个。两开讲。连续2工嘿啊，真正是安尼咧。我嘛是之前开放上的时嘛是安尼讲若无话通讲要安怎啊？最近大家呐，最近好无？真正，毋知影要讲啥讲这。哎呀，啊无播啊。对啊，我无啥物讲啊。我就是一个无聊袂晓开讲的人，他有法度。咱平常时啊，都无话题啊，只好来硬拗一个出来啊。嘿啊，就是硬要讲啦。无要紧啦。哇，咱今仔大概讲话拢安尼。哎呀，拢咧练笑话。哦，进前做迄个街访家门的时阵，毋是家门，家门，家访啦，做家访。访问，是，访问。就发现讲，咱用台语开讲，甲用中文开讲是无共的人。无共声，甲无共调，甲无共情绪。情绪甲个性拢无共。这样就奇怪。就突然觉得不认识你了，就突然变初见。对，真的变得好尴尬，然后就变得很有礼貌。对，有一点。对，好，我也是可以有礼貌的，哈哈。不是本来就，真的吗？不是本来就要有礼貌吗？私底下是很有礼貌的啦。那公开就开始没礼貌了。对啊，开台要给那个做效果给大家看嘛。做效果。然后等下就把那个红牛泼到伊犁脸上这样。啊，舒服，冰冰的。哇，冰冰的吗？什么？听恁台语、华语开台性格拢差不多。我是差不多啦，我是无啥差啦。哇，哪像嘛无啥差，拢黑白讲话。哎呀，拢嘛是黑白讲话。毋过咱两个开讲的时阵的，毋知可能我感觉有差。咱两个开讲，什么时阵迄种开讲？就是上次街访的时候，跟你用中文聊天，突然觉得很陌生啊。有一点其实。你好，前辈你好。别！哇，50分啊！你敢会付？哎呀，差不多，其实差不多啊。刚有要送啊，我通来你。OK，
有送的好，有送的好。送掉，耶！好，继续加油，等下来，等下。好，我来想，好，拜。哇，水呢，好赞哦！太赞了，泼红牛。冷静，大家冷静。为啥？什么意思？你是讲为什么用无共语言的时阵，刚好是无共的人？我嘛唔知的，这可能要问语言学家，不知道有没有研究那个？我不知道。忘记问伊里有没有喝过红牛了？我不知道我觉得，喝起来跟想象中差蛮多的。我录到阿慧的什么意思？什么意思？那等等怎么喝？用甜的吗？什么意思？甜的吗？啊，你说泼到脸上之后怎么喝吗？哇，你真变态！是怎样啊？影片资讯有看到 DC 吗？我应该有放吧？有放好。我竟然忘记问哦，真的为什么？开杠没有啊，就是该开杠的都自然的，不一定特别爱问什么问题啊，不一定啊，没有一定要问到什么问题啊，有聊天到就很开心了，好不好？哇，那个伊藤绿茶说有一天开台，然后有一天你开始开台，一定是为了要叫阮先拜，你要确定我不是爱安尼算，什么意思？安怎算？你是说泼在人家脸上吗？有没有可能我比较喜欢被泼在脸上？应该蛮有可能的吧。哇，真的是喝了红牛之后讲了一些很像喝酒才会讲的话，是怎样？第二呢，今天应该是跟神派很有关系的一个日子，对吧？突然发现，对不对？这样好像很多人在发相关的文啊，但是我是没看过啦，所以我也没有研究啦。那就是通吃什么意思？你是说泼人跟被泼吗？再想想，子昌什么辣妹系角色？为什么啊？为什么辣妹会故意倒过来讲吗？这我不知道这我不知道。破面相向，会使改破。你搁想一下，再想想，再想一下。对啊，今天很多人在发跟神拜有关系的图，我是没有研究啦，今天才突然想到。哦，没事，我以为有人要打给我，害我紧张了一下。啊，贝仙很辣妹吗？什么意思？这我还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啊？我对辣妹没有研究。哦，好像真的有这回事好酷哦！是有是有某个角色会这样讲话，是不是？是这样子吗？好，对日本文化研究不怎么充分，所以没有很懂。我没有装蒜，我没有，真的没有研究，真的。有研究不是？我讲我没有研究，应该就是真的没有研究。如果是故意装蒜的话，我应该会装的更综艺效果一点，你们应该感应得到吧？比较会社交的会故意念反，比较会社交。什么叫比较会社交？是像我一样比较会做效果吗？用慵懒带点轻浮的语调把它倒装来讲，原来是这样啊！哇，那我可以试试看，慵懒带点轻浮，慵懒带点轻浮好困难
猫猫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梗，但是一直看到野兽先辈，不需要知道没关系。如果你很想知道的话，找野兽先辈应该是可以找得到的啦。对，你知社会还不会写？这应该无讲啦，这应该是无讲的主题。不过确实有做者词是安尼吼，你干两个字，迄个顺序倒并。的变做无共的事，这个也不懂野兽先辈，不要紧，我嘛唔捌，那雄雄对袂到，大家咧讲啥，我嘛对袂到，好不？只是因为身为一个 VTuber， 好像必须要懂一点有的没有的网络迷因，所以稍微知道那么一点点而已。但是其实没有研究啦，没有特别热爱这个梗，所以没有研究。如果有很爱的梗，就是会去把它拍成 shorts， 好不好？我第一罐快好像也才喝到一半，但也快喝完了。我好像很久没吃鲜贝了，酱油味的，我喜欢酱油味的，酱油味的鲜贝还蛮刷嘴的。爱保护阿杰。它是我们 DC 伺服器最后的净土啊，最后一个干净的观众啊。先辈被垄断什么意思？先辈被垄断是什么？你说先辈产业有被某一家公司垄断，然后就没有其他先辈可以出头天吗？是这样子吗？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汉字是煎饼，哇！先辈，哦，好像有道理耶。虽然我不太懂日语，但是好像是哎，哇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对，那个集团的话，我是也不会想去吃。蛇哥还是别懂这个好，幸好我不懂，那没事。净土听起来怪怪的，要被超度了吗？真的吗？是这样子吗？250书是怎样？哇，真的假的？所以七号后开台有暗算要讲一寡无清，不是讲无清气，泰哥的物件是这样的吗？是七后后有打算要讲一些会让人变肮脏的话题是吗？哇，这样就舍身为虎哦，也太支持了吧！你若不会偷买，你甲偷食哦。古锥满头大菩萨，莫有白讲，不要乱取绰号。我现在以为我是那个小学老师在管小朋友哎，不要乱取绰号。喂，不要乱取绰号啦，是怎样？阿嬷嘛爱食鲜贝，什么意思？上海哦，恁阿嬷爱食鲜贝哦。安尼你有要互伊食无？哇，又开始转了。我其实我自己看我的后台也是蛮转的。你骑车转去庙林小等，好，你先说字，骑车说字，对台有数吼，安全是爱搞，路上说字。你拿白胶把联络簿粘满亮粉，真的假的？会这样子吗？我小学的时候是不会拿胶把自己的联络簿粘满亮粉啦。对联络簿没有那么喜欢，没有想要把它整好碎碎。就我不知道不是啊，好吧。比起作业，好像是会比较喜欢联络簿一点，至少它不是作业，是这样子吗？讲到鲜贝，日本鲜贝口味很多种。我只知道味噌的跟酱油的，我好像也没有特别研究。然后，反正我印象中我有吃过，然后我比较喜欢的就是酱油的。我不知道还有哪些。
魔法少女就场你写口啊，什么意思？哪来的魔法少女？哪里又有魔法少女了？我看起来像魔法少女吗？你也是只知道酱油啊，就酱油就最好吃，没有问题的。从小就喜欢漂亮东西，我也是我其实小时候也蛮喜欢漂亮东西的，就是那时候同年龄的小朋友里面，就小男生普遍就是对漂亮的东西，好像就比较喜欢帅气的东西啊。至少我身边的小男生是这样子。但是我其实小时候想要，好羞耻哦，从来没有讲过。我其实小时候想要学画少女漫画，但是显然是没有学会啦。有学会的话，就会跟你们宣传，让你们看到。但是我不会，但是小时候有这个愿望然后小时候就是还有就是如我妈叫她帮我买相关的书啦，然后就来自己看一看，然后就欧北维啊呢，但是反正是没有学会。对，还有甜的没吃过甜的没吃过。之前去牛九大佛，牛九大佛是什么？是日本的一个地方吗？日本的佛寺啊。有在那边买过甜的没吃过没吃过甜的仙贝好，火蛇就是魔法少女，考完气质美女，下一张就考魔法少女。那我要先考气质美女魔法少女是要去哪里考？感觉魔法少女就会被抓去签约呢，就莫名其妙签了一个什么什么的约，然后就是会有一个吉祥物迫害你这样子，感觉有点危险啊，感觉这不能随便乱考啊。二口女仆火蛇，对，大家如果有看我推特的话，那个欧拉夫老师有画一张超赞，欧拉夫老师有画一张超赞的，就是对女仆阿慧，我甚至直接偷来做我明天的封面。明天要开那个 RPG Maker 晚安台，就是每收集到一个晚安，我就会多捏一个装备。对，那个装备可能是武器，可能是盔甲，就是到时候看心情。对。然后就对，反正我封面上，因为我真的太喜欢那张了，所以我封面就用那张。想画哪一类的少女漫画？当然是那个啊，乱来出啊，当然是要有点恋爱成分的。对，哇！但是小时候的想法也是，就是会想要塞很多元素。小时候就是想要把恋爱也塞进去，然后战斗也塞进去，然后把奇幻也塞进去，这样子。应该小时候的创作都蛮容易有这种状况的吧？至少我自己跟我一些朋友小时候的创作都会想要塞很多元素，因为就觉得这个也很酷，那个也很酷，加在一起一定会更酷，然后就全部塞。有特别受哪一部少女漫画启发吗？好问题，因为我小时候其实也没看很多，主要就是我妈的书柜里面有的就抓来看，对，但是离我有点遥远了。我后来都没什么看少女漫画，所以其实也想不起来。但是就觉得想画那种东西，爱变喝酱磨爱用杆安尼整的，不是钻一钻不会变好吃，当然是拿鞭子抽它，拿鞭子抽你的食物，然后说你要给我变好吃啊，会不会啊？然后就拿鞭子把你食物抽烂，变成喷这样子。应该还是有市场吧，我觉得应该蛮多人喜欢的。各位臭 M 应该是蛮爱。哇，黑洞诅咒又回去了，开转好吧？听起来很酷，落魔法使是吗？把各种元素塞进去。不知道，我们还可以把科幻也塞进去啊。科幻跟奇幻先塞在一起，感觉就有点很多了，就不好再乱塞更多了。我不晓得。对吧？阿杰说那张真的很棒，那张真的超赞的。欧拉夫真的好会画画哦，好可怕，好可怕的欧拉夫。而且就他就会不定时画一些非常好看的我，然后就会觉得这真的可以这样吗？这真的是啊，真不好意思啊，但是用得很开心，那倒是。所以明天做完武器会念武器变强的魔法吗？有道理耶！好啦，也是可以啦。
还是开个转盘算了，练一次魔法练多少钱这样子，练财，哇，是不是有前途啊？好像有前途哦。火蛇哥哥抽我，再想想，不是抽人肯定是要收钱的，好不好？清纯的子昌都被吓到了，真的假的？子昌是清楚系 VTuber 是吗？好像确实在聊天室里面乱讲话的频率，好像确实子昌比较没有在乱讲话呢。怎么办？我把子昌吓跑了，他就不爱来看我的台了，会吗？会吗？还行吗？还行吗？真的耶，人家子昌跟我不一样啦，我比较对，我喂，机甲修仙恋爱女仆元素好多哦，对不过确实有看到机甲女仆这种设定的角色还蛮有趣的，对，因为我玩那个 Tribe 9那个手游，虽然我把那个剧情打完之后我就一直丢着没有再继续玩了，但是它里面有一个角色就是女仆，然后她是女仆咖啡厅的女仆，然后她手上就是她的2手有装非常酷的机甲，就是机甲大手，还蛮酷的。那个但我也没有特别对女仆有什么很强烈的喜好这样子。那如果想要知道火蛇对什么类型的美少女有强烈的喜好的话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再跟大家分享，有机会再说好了。突然问我也不知道。子昌就是可爱系清纯主播，子昌开台很正经800的，对呀，完了这个对呀，真的吗？到底是怎样？哦，新希啊，机甲大拳头很赞，是那种嘛反差感嘛，感觉很多角色的魅力都是来自于那个反差，就是很多突然要讲也讲不出来，但是好像这也算是一个公开的创作技巧吧，就是塑造角色的时候给他加一些反差，通常会让他更有魅力，对，好像蛮可以理解。清纯系 VTuber 是什么？VTuber 听起来就蛮疯的，或是听起来很爱赌博 VTuber 感觉是赌博系的。实况转播现在在抽人要收费的时空，哇，那应该有个2-3分钟哦。虽然我也是凭借体感啦。好啦，我觉得我应该今天喝不了第2个口味了。感觉好像会太重，完蛋，那就只好明天晚安台的时候喝好了。女仆很可爱呢，对，就是我刚刚说没有那种非常强烈的喜欢，但是没有不喜欢，就也蛮喜欢的，对，但是没有到发厨的地步，这样子，没有到很厨的地步。当 V 不就是一种赌博吗？好像有道理耶，就是你有很高的几率，就是没有人看你，然后你那个委托的钱全部血本无归。真的耶，当 V 就是一种赌博耶。但大部分当 V 的人应该都知道赚不了什么钱啦，就是应该吧？要看赌博的定义齁，对啦，严谨一点的话，当然是这样说，没有错。喜欢的女孩子是右手那捧卡称点 Coco， 这句好像蛮常听到的，甚至在那个谢金燕老师的歌曲里面也有直接放进歌词，但是比较容易理解的是那个就是怎么讲啊？当然现代人的审美可能比较多元一点，就是对身材的偏好可以比较多元，但是可以想象，就是蛮多人尤其比较以前的话，可能就是对美的标准可能还没那么多元的时候，会觉得腰手，然后 nipple 就是对女性身材的一种刻板的期待嘛。
可是这句话里面最后那个卡称点 Coco 我有点不懂哎，为什么要卡称点 Coco？ 有人知道的可以跟我分享一下吗？就是我其实怀抱着这个疑惑一段时间了，有点好奇。生饭之国嘛是一种跋筊，应该较像是在家哈，应该比较像坐牢吧。风之谷应该是蛮干的吧，虽然我其实没有玩过但是最近真的好多人在玩，然后看他们练等练得非常累啊，看起来练等练得很累呢，感觉是坐牢游戏。上面有一线脆配哈，你要在我的聊天室发福利吗？我是没关系，但是你可以留起来之后去练财啊，起吼吼。之前路过女仆店，还蛮想进去看看的，可惜那时候跟家人一起出去，真的跟家人一起出去我也是不太敢。对，虽然我也没去过几次，我好像只去过2次吧。第一次是跟就是很热爱 ACG 的朋友一起，就也是路过，然后不知道吃什么，就有去体验一下。对，但是我发现我对女仆咖啡厅好像没有特别的，没有很多感觉。对，可能我对女仆真的就没那么热爱吧。对，我不晓得。但蛮有趣的，真的可以去试试看。然后通常女仆咖啡厅会有那个，就是如果你点它的甜点有挤巧克力酱啊，或者是你点它的蛋包饭有挤番茄酱啊，通常是可以就是请他写字或者是画盘的，还蛮好玩的。然后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有一次就是就也是跟那个就比较喜欢 ACG 相关的朋友，就是有去女仆咖啡厅吃饭。然后那时候有其中一个，就是我们那群人里面其中一个朋友，他那时候得重感冒，他完全没办法来。然后我们就请他画盘的时候帮忙嘲笑那个人。他画盘的内容就是那个写字的内容，就是笑他感冒没办法来，真的是蛮好玩的。我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呢。看人穿，不是每个人穿都出，那倒也是。有点被上面以温你啊，应该不是啦。卡称点 Coco 的意思是不是松垮垮的啊？是这种意思。我以为是要那种强壮的肌肉呢，就是我以为是那种练到蛮强壮的，然后就是坚硬的肌肉这样子所以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样子。好。那我好像可以理解了，看起来像黑道的肤白貌美大哥哥，喜欢赌博，然后输到变哭包，头上摇。我没有喜欢赌博吧？我看起来有喜欢赌博吗？我看起来有喜欢赌博，然后输到变哭包吗？应该没有吧？我没开过什么赌博台吧？应该没有啊。有机会再开。这边网络不好，明天火车要开福利台词回晚安台吗？4舍5入之后应该算吧。你就当做是吧，明天记得来看台就是了。明天 there is only one way to find out， 到底会不会开福利台词回，明天自己来看看就知道啦。女仆店去过一次，没有很爱，食物不好吃又贵。那当然，因为去女仆店不是去吃食物的，是去体验的。对，它的食物肯定不会是最厉害的。对，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女仆咖啡厅的那个食物拿出来都要念那个变好吃的魔法？它不能直接先做好吃再端上来吗？好，我们继续。自己去女仆店会很干吗？我不知道，我没有自己一个人去过但是齐厚厚说不会，他都一个人去。对，我之前跟朋友去的时候，也有看到店里面有其他客人是就是一个人去的，对，就应该还好吧，可能也要看你是 E 人还是 I 人吧，但好像也没差啦，就是毕竟至少我的经验中，那些女仆也不会就是很故意要跟你互动还是怎么样，所以如果你怕尴尬的话，她其实应该也不会打扰你，应该还好。但是如果你喜欢跟他互动的话，至少我去过的那2次，我观察到是你找他聊天，他会回你这样子，所以应该可以吧。
洗钱模拟器算是一种赌博吗？应该不算，应该算是当车手，应该算是协助犯罪吧。啊，哇！阿健帮忙递工具，爱的小手，钉棍、刺球、鲨鱼剑，不是你这个危险程度怎么越来越？感觉只有爱的小手是可以的，其他那几种太危险了吧？真的假的？哦，克泽好棒，到点了，忙去。好，这里去无赢，这里去无赢，有机会再来讲，有机会再来听我讲台语。哎，其实呢，我刚刚也是突然接到一个急件的委托，所以也许就是刚接到，我在开台前哦，开台前10分钟，就是突然接到一个急件委托，问我说能不能今天11点前完成？对，那我跟他说，就我因为那个案主之前有合作过几次，然后他不知道，他应该不知道我在直播，他也不知道我就今天要开台，对。但是因为我很喜欢做他的案，就是我想一下怎么不透露太多，反正就是跟台语相关的，所以我很喜欢做他的案，对。然后他有急件需要帮忙的时候，我都会尽量帮忙，对。所以我等一下应该最晚10点可能也要先闪，对，因为他应该是10点会给我档案，然后我应该今天要把它做一做，对。我要得罪全台女仆咖啡厅，完蛋了，接不了业配了，死定了，完蛋了。听讲生了好看，人家会给你演干真系的，我不知道我不确定你问我没有用啊，我就长得好看，这个问我应该没什么参考价值。我乃是急诊，不是啦，就急件，不是急诊。它不能好吃的再更好吃吗？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不是啊，你就是不能煮的太好吃，你才能给女仆那个发挥的空间啊，对不对？大概吧，大概是这样吧。钉棍、刺球、鲨鱼剑是没错啦。但是我以为你把它准备给齐厚厚是要让他拿来打人呢。你我会怕啦，我怕信众朋友会被打到喷血啊。原来可以去女仆店测试自己长得好不好看，学会了，你要确定不要啦，你去早餐店测试啦，好看就会叫你帅哥跟美女啦，不好看就会叫你弟弟跟妹妹啦。好不好？试试看。齐厚厚也怕，有些东西不能乱拿，不能乱用啊！我会笑死。有机会的话，真的好希望可以有那个会讲台语的女仆咖啡厅，好希望可以有。今天被叫妹妹，原来你不好看，不是这个意思，不对，我随便讲的。不要这样想啊！叫美女就是代表你长得很好看，叫妹妹就是你看起来很年轻，应该都不错吧？应该都是好事吧？帅哥，对，好像会，不知道为什么会有个鼻音，有一些长辈，有打算什么？做台语女仆咖啡店吗？真的假的？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没有啦，我随便讲的啦。应该，我想一下，我家附近的早餐店都叫我什么？因为其实我常吃的早餐店，那个在煎台跟在点餐那边收钱的人都蛮年轻的，所以应该是不会叫我弟弟，不太可能。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但是他们也不会叫我帅哥，因为好像是长辈比较喜欢这样叫。所以他们都叫我什么呢？没有，他们根本都不叫我，他们就是说这个1号餐的好咯，然后我就知道在叫我这样子。哇，完蛋了，我也是长得不好看的，我就知道。不可能，一定是没眼光，一定是他们没眼光。可惜那些女仆搞不好都不会台语了。对啊，因为就是会台语的人就蛮少的嘛，对不对？等你中乐透，好，中乐透就开一间，好不好？到时候再找我去当女仆，不错吧？
原来我都点1号餐，没有，我刚刚只是举例讲一下而已。我其实都点6号餐，我其实平常都点6号餐，但是我最近吃腻了，所以我最近都点7号。应该没有人想知道。对，会叫帅哥美女的大概都是你也可以叫他叔叔或阿姨的这种年龄差，对，好像是哦，好像是啊。所以火蛇是一种1号餐，是什么意思？如果出早餐店阿姨风格角色的女仆呢，好像蛮有趣的。那她的好吃魔法是什么啊？她的魔法咒语是什么？好想知道哦。她的魔法咒语是什么？要不要加蛋还是什么？不知道要不要加蛋好像没有很魔法丹必点9号哦，我家附近没有丹，所以吃不到。所以没有办法常吃，所以我根本都不记得几号是什么。6号餐是什么？6号餐是牛肉汉堡，但是我最近吃腻了，所以我都吃7号餐。7号餐是鸡柳吐司，炸鸡柳的吐司。1桌200，不要酱油膏，2桌奶茶加大。好普通，这算咒语吗？还是咒语是什么？咒语是什么？咒语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啊啦，是这样子吗？大家喜欢吗？阿姨，然后就是阿姨型的角色，然后会啊啦，这算变好吃魔法吗？请问变好吃的是食物还是饮料 ？Hi Vash， 晚安，你好，欢迎。我现在正在喝红牛，本来今天打算喝2罐，但好像喝不了2罐好像没有那么勇没遐用啊！这个灰记就是训啦。练咒加蛋很赞吗？对，那真的是会变好吃最好是半熟的。哇，瞬间把餐桌变干净的魔法，这是真的。很多阿姨收餐桌都超神速的，这是真的。你不喜欢红牛吗？还是什么？还是你不喜欢啊啦？我其实也还好，对，但是好像蛮多人喜欢的。好，你看吗？看什么？哦，让我看看是吗？哦，那个脸好像蛮像的，怎么会有这种？这叫什么？怎么会有这种表情贴图是怎样？对啊，子昌怎么那么懂啊？你平常时都看这啊？平常都看这个是不是？你那个是啊啦还是哦啦？不一样吧？那是啊吗？那是哦吗？视力不好。真的，比起啊啦，我真的比较喜欢哦啦，这个我比较喜欢。对，就是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我蛮热爱JoJo系列的。然后我好像之前有讲过是不是前几个礼拜讲过啊？忘记了，就是第7部终于要出动画啦，但应该还要再等一阵子，真的蛮期待的。虽然我第6部的动画也没看完。哇，这个好酷哦！手加青，怎么样呢？手加青，香有3丛。什么惊死人？火子急急如律令，早顿变好食。好像不错哇，这种的好像不错就是你以为是女仆，没有，你以为是女仆，不是，是那个是叔公，是这样讲吗？确实是魔法哦，这确实是魔法确实是一种魔法吧。对，这算汉人的魔法，耶，原味的我喝完了，好像不能再喝就是我感觉虽然说一天最多5罐，但应该是要分散的，应该是不能短时间内下掉2罐，感觉这个短时间内喝掉好像不太行，可能我身体不够强，那算了。另外1罐莓果口味的就明天啦，明天再喝给大家看啦。对，不是女仆啦，是塞公啦，从魔法变成道法，真的。你觉得不行？真的假的？超酷的好不好？明明就超酷的，好想看哦，好想看女仆直接帮我的食物做法，直接帮食物做法让它变好吃，超赞的。
啊，饮料的部分是吗？你觉得红牛不行吗？我今天第一次喝，对，所以就蛮新鲜的啦，蛮有趣的。但我应该还是比较喜欢咖啡，我以后应该就还是喝咖啡吧。子昌的清纯形象破灭了，完了，这个所剩无几的形象再次被摧毁。短时间喝太多不行啊，确实，好像真的不行哎，因为就不行，可能因为它喝起来不像咖啡，所以我就是没有吃到咖啡的味道，就会不知节制，会不知道要节制。哇，又有人 call in 哎，好赞哦！嗨，扣子，我很意外，太意外。我在家里没事做。哦，上次接到你的电话是那个新年新希望的时候啊？你还记得吗？对，你还记得你那天直接挂我电话吗？为什么我会挂你电话？可能我讲很烂的笑话吧，好像是这样。没有吧？可能是我不爽你很久。哇，那怎么办？哎呦，你说要找我上那5口令，讲到现在你还没找我啊？难怪不爽，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吗？原来是这样吗？好，等一下马上跟你约。我马上写下来，贴在我的荧幕上。等我一下。不要，我现在不想了。你现在不想了？好啊，没关系。我是一个麻烦的人。我也蛮麻烦的。你在干嘛？我在开台。我其实不知道你在干嘛，我只看到你说可以打电话给你。那你知道我在开台对不对？我在开台哦，你现在被播出去了。哦，大家好。哦，你不知道？还好没有乱讲话。我以为你会有一个热身环节。哦，我个人已经热身好了，但是我不知道你热身好了没？没有啊，我已经热身好了，我一直都这个状态。哦，你说热身好了，那没有到热，如果只有温就温身好。我知道为什么我上次会挂你电话，对吧？好像是类似这种状况吧，我也记得。我刚才突然觉得要被挂电话了。那你知道我的浣熊笑话吗？我想听，我好像不知道。就是你知道浣熊它其实是不会便秘的吗？为什么？因为它有一根碗肠。哇！我怎么没想到？真的耶！你说的有道理耶。不行，我觉得我不讲一个笑话就输了。好啊，你知道笑话飞手。就是如果你走在一棵树下，如果树上突然掉下来一个东西，然后它绿色的，有4只脚，毛毛的，你可能就完蛋了。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是什么？来，再给你一次它的特征，它绿色的，然后它毛毛的，有4只脚。嘿，撞球桌。啊，我其实没看过撞球桌长什么样子。真假的？你没有看过撞球？我是说，我没有实际上的看过一整张撞球桌长什么样子。你没打过撞球？我没有啊。哦，但应该可以知道它绿绿的，有4只脚。对，我只知道这样。我现在还知道它原来毛毛的，为什么它要毛毛的？它绿色那个桌面是毛毛的。啊，那是材质吗？对啊。为啥？我想可能是因为要有一点摩擦力，让它的球就是可以停下来吧。啊，真假？他们那个球滚得超顺的，怎么可能毛毛的？好屌！可是那个毛还蛮细的，而且摸起来很舒服。虽然好像不能摸，不能一直乱摸。哦，它的那跟足球草皮一样，很贵这样。应该吧，但应该没有到那么大根啦。有人说是滑的，是吗？是他的撞球桌跟我不一样，还是我在做梦？从小到大我看过的撞球桌全部都是谎言，也是有可能。原来是这样子。对，我在用手机。
我想应该听也是，得出来我的麦超破。就没关系，是我的观众在听，所以我觉得没关系。能跟你讲话就很开心的。哦，你在喝瑞布对呀、还是什么？我本来想要喝2种口味的，但我发现短时间内喝2罐好像没办法。哎、我也没喝过瑞布，真的、哦，我是第一次喝，我今天第一次喝，很酷。它是什么味道？闻起来像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那个叫维大利，喝起来没那么甜，然后比较酸，可能因为有加一堆维他命，所以闻起来就是那个味道。懂了，就是那种感觉的。对，就是那种感觉。你猫咪在我旁边，哇我的猫咪好好啊，我的猫都不理我，为啥你的猫不理你？可能要问它，但是我问它，它讲了我也听不懂，所以算了。可以吧？可以大概知道它的感觉啊。我觉得我跟它没有默契。然后你刚刚讲了一个笑话，我也要回一个笑话。好，来，你知道国文课本上大家都有带国文课本，对，国文课上大家都有带国文课本，你知道谁没有带吗？我想一下，不行，我想不出来。是诸葛亮，诸葛亮没带。哦，好，那你知道谢金燕为什么会出生吗？我们进到下一个笑话好了。就是聪明的小朋友应该已经知道答案了吧？好无聊哦。这样很无聊吗？这样很无聊吗？我没有带我的电脑，也没有带什么，扣子没带，不是，没带电脑啊。No， 我们过了。好，过。我接到下一个话题了，非常的快速。对，我没问题。带回来，然后我什么都没有带，我现在就只能躺在我老家的床上，然后吹冷气，然后什么事都没办法做，看我超无极无聊。你不是还有我吗？可以跟我聊天呢、你是一个备用选项。谢谢，我是备胎，谢谢。你是一个紧急食品，紧急食品，那个叫什么啊？那个叫什么？军用杂粮。哦，好啊，杂粮饼干。好，我是杂粮饼干吗？听起来不太好吃，但你很有营养。但我很有料，对不对？对，是这样子。那你是准备要睡了？啊，没有啊。哦，所以你只是躺着，然后度过时间。对啊，不然我躺在床上什么都不能做啊。我可以刷风之谷啊，可是手机刷风之谷好硬哦。感觉很干诶，刚刚好像也有聊到一点风之谷，但我完全没有玩，我连小时候都没玩过诶。那你要不要玩？不要，感觉要花很多时间。不会啦，不是练等要花很多时间吗？不会啊，我一天刷大概7个小时而已。至少不是24小时，是不是？要是我有24小时，我也就会刷24小时。哇，你有啊，你只要不睡觉，你当然有。我想啊，如果还没有任何的一天可以这样刷，好吧。像我以前打游戏是，我以前玩那个什么 POE 都20小时在打。哇，那你最多只能吃跟睡都只能4小时哎，真的假的？这样能活？我就一边吃一边打，所以吃是不算时间，只有睡算时间。好吧，等你学会一边睡一边打的时候，你就可以有24小时。以前打的超精的耶，以前
以前每一天的时差都会往后推，不是每一天的作息都会往后推1个小时，就是可能我原本早上10点会起床，然后隔天就会变11点，再12，再1点，每次都会一直推，一直推，一直推。那你这样达成一个循环，就会又从头这样子。对，我就会把它调回来。哦，可以这样子哦，好酷哦。这蛮奇异的。我也不知道这叫不叫调了，这好像也不叫调。莫名的达成了一个循环，真有料。超怪的。那时候打游戏真的打得好疯哦，现在不行了，现在打个1个小时要站起来走一走。哦，年轻人才可以那样子啊！哇，射出1号安安，想不到居然我没喝过红牛，你想不到的可多了。我也没喝过蛮牛，也没喝过保利达。我感觉就不是一个平常会接触那种饮料的一个状态。哎，你说我吗？我说我们啊，好像都红，确实。对呀、对啊，他会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会喝的东西啊？它是一个熬夜打电动。可是我熬夜打电动也不会喝那个。不知道哎，可能就是一些对那个欧美 gamer 的刻板印象，觉得他们熬夜打电动会喝，但我身边确实没有人在喝。魔爪跟它是差在哪里啊？我也没喝过魔爪，可能差在牌子不一样吧。它们味道是差不多的吗？我不知道，我也没喝过魔爪哎，下次喝喝看。哇，我们真的是见识。我们没什么能聊的。不会啊，我们在饮料这块上，不可能吧？你喝咖啡吗？我喝啊。你看有得了了。哦，对，你是不是很会做咖啡？啊，没有，我只是去看好像不是有技术的，是猴子都可以学会的。那就是比如那也至少不会，我就完全我也不会拉花哦，我也不会哦。我拉花，以前在餐饮学校上课的时候有在教拉花，啊，都被我翘掉了，我引条课都翘掉了。哎，那个不会考，那个不会没关系吗？我们考试超简单的。我们那个，我第一次考引条证照的时候，抽到了那个所有考题里面的超级千王，叫乐吉茶，大家都超讨厌那道的。那是什么？然后水果茶。它是，反正就是一个在那种茶壶里面煮好，然后一壶这样的茶，反正就很麻烦。就比其他饮料可能东西糖浆加一加，然后雪克杯倒出来就好啊，但那个就很麻烦。然后实际怎么做我也忘记了，毕竟我是随便去考。然后那个乐吉茶的重点就是它的评测的重点，就是它要热。听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对不对？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然后我做出来是冰的。为什么？为什么？它是怎样？它是你过程中没做好，它就会变成冰的，是吗？我忘记我是在哪一个地方出错的，但是我的乐吉茶是冰的。然后那个结束了，然后考官会走过来一个一个看，然后我就把手贴在那个茶壶上，然后赶快抽回来，然后假装被烫到，然后挥了2下，然后考官就没有看我这套，他就走掉了。啊，就过了。我就过了，对啊。哇，靠演技耶！我靠，我好爱这个故事哦，这超有趣的，真的假的啦？是的。我乐吉茶做成冰的，但是过了。超级好笑的。哇，我会笑死！有观众说，原来你是考戏剧班。所以说证照这个东西就很迷，就去对地方的话就会很好考。像是我们那个中餐丙级
我们考中餐笔直，那个你去那边，你只要笔试有过就好了。那个实际现场你不会煮没有关系，那边学长会帮你煮好。好，哦，对啊，等一下前情提要一下，就是我们的那个丙级中餐丙级考试是在我们学校自己考的。哦，就是他们可能有某些关系怎样，然后拉一拉之后呢，他会让我们在我们学校自己考。就我们的考场是在我们学校，也不是让我们自己在那边考，就是考场刚好被定在我们的学校里面。然后考官跟助理全部都是我们的人。哇，就是球员兼裁判是吧？你不会做也没有关系，你进去然后会有人帮你做好。好扯哦，还但蛮嗨的。也不能太夸张了，我是有点夸饰，但就是差不多那个对。哇，对，哇！我这边有人问，如果考官发现你做出来极茶是冰的，你会因为这样就拿0分吗？如果他发现，不会，就我忘记那个是怎么去评断分数的，我已经忘了。但我只知道，我如果那个东西没过的话，我就没过了。啊，你就拿不到那个。对，你的演技救了你耶。反正那时候很迷哦，那时候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好有趣。我们还会就我们那时候很讨厌一个中餐老师，然后我们会在中餐课的时候自己带食材过去煮自己想煮的东西，就他上课的时候教的东西我们都不屌他。哦，他讲他的，你们煮你们想吃的。对，就是可能前面在做什么黑胡椒猪柳之类的，然后我们后面可能在做什么。我们上次做了一个威灵顿牛排。靠北，你在做西式的？对啊，我那时候很喜欢西餐啊，可是那时候进去要3年，要那个3年级才可以学到西餐，然后我觉得太久了，然后我就去凹那个老师，然后他们帮我们从外面的补习班请了一个西餐老师回来，然后选了12个人去学西餐，然后考证照，考西餐证照。然后我们的西餐证照呢，没有错，是从引条课里面拔出来的。什么意思？就我们那时候引条考完了，我们1年级的时候就把引条考完，可是2年级还有引条课，然后呢，我们就在2年级的时候把引条课抽出来去学西餐，就只有我们12个去学。哦，就对几个就比较屌的，然后有钱的，哦，然后有兴趣的，对，因为一堂课要2000块的材料费啊。然后我们还有自己买西餐刀什么的，因为挺贵的，所以只挑了12个去考。我们12个最后全过了。有人说，结果引条还做出冰极茶，不要再骂了。人家有过。不是哦，引条课没有在上哦。哦，好吧。引条课在干嘛？引条课不是我那时候不去上的原因，是因为他要穿那些什么衬衫、背心什么的，要看起来像一个那个。对啊。包得很紧，然后在那边弄得湿湿黏黏的，我觉得很麻烦，我就大部分都翘掉了。这个理由完全可以理解。我们曾经跟另外2个我朋友，对，我们早上在上课的时候在偷滑手机，滑一滑发现有一家教父牛排的店，然后看起来超好吃的。然后我们就中午的时候就收了行李就走了，回去之后就直接订房间，然后我们下午就冲到士林去。哇！我们直接冲去吃牛排，好热血哦！学生好热血。这是我人生最棒的回忆之一，超级好玩的。
做这种高中的时候就说包皮的啊，没有说做这种说走就走的事，还真的是蛮快乐的。就以前有本钱吧，对啊，那没有办法，以前可以不计后果啊，对，年轻就是可以这样。现在就会有很多的担忧跟压力。这我，但我其实有的担忧跟压力已经比很多人少很多，也没什么后顾之忧。对啦，我可能也是啦，还敢做 VTuber， 应该是还好。做 VTuber 会没有后顾之忧吗？应该是说，你如果现实已经有很多要担忧的事的话，你可能就不太适合再来做 VTuber。是这样子。对啊，如果你经济上有压力，或者是你本来时间就不太够用的话，我是没有很推荐。尤其如果你做 VTuber 还会在意你的流量跟你的就是效果的话，那其实会需要花蛮多时间跟精神的。我觉得只要在意流量，就很多东西都会有压力啊。是没错，但我觉得就是道理我都懂，但是要不去在意，有时候也是会有点知道不该在意啦，但是不一定做得到。我觉得，我没有觉得，没事。我有看到你有一部 IG 影片，不是超爆的吗？你说IG 吗 ？IG 应该是那个旋转猫猫嘛？对啊，对吧？那也是蛮莫名其妙的。那是你最有成绩的片吗？对啊，那是。哦，那个梗还是偷来的。抓到密码，哎呦，大家都，就是那个叫什么？你很认真做，你自己很爱的，不一定会红。因为红这件事情没什么道理吧，所以跟做不做，就是大家好像会把爆红跟作品的好坏绑在一起，但红这件事情应该是没什么道理，或跟一个，对啊，对不对？你只能去看，你只能马后炮，然后去推测出他所有的原因跟他用了什么技术，但说真的，对啊，没错，就是运气也是很大的一部分啦。你不可能把运气这个要素排除掉，那是不可能的。就没办法，你只能一直增加样本数啊。对啊，是一个方法，就是狂抛。然后没错，我现在策略也差不多啦，就是我还是会做一部分我自己觉得很有料、我很喜欢的，但是我也会叫自己要做一些小废片，然后万一哪一只爆了，还真的爆了一只，就推荐给大家试试看。你一个月出几只？我会出几只哦？最近状况比较差，所以没有那么多。但是目前阵子好像是每天都有到一只 shorts 啦，但是最近因为接案的那个就是接到的案比较麻烦一点，所以自己的片剪不完，就没有到每天一只，可能变成每周2只或3只吧，大概。那你很劲耶。不是啊，就我用 Premiere 剪片，我每个月都要缴钱给 Adobe， 我就想说靠北钱都缴了，我当然是要把它用烂。对，但你说的对，我有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蛮硬的。火嫂也常常会说，就是好了啦。就是我虽然平常不会让大家看到，但是我就是自己会在那边剪，然后剪一剪觉得干好累哦，然后在那边该叫，然后就说啊，你可以不要剪啊。然后我就说看大家在那边忙，或者是进行一些挑战，然后我就会觉得你们好辛苦哦，然后这一切可能都不值得。可是我觉得有想要创作的人，可能就是，当然不是所有，但是应该蛮多人会有这种倾向吧，就是。但我觉得那个过程并不是一个正向的过程呢，就是它不是一个以创作为
基础的模式，这是一个你告诉自己要硬盯，然后盯过去的那种感觉。你叫什么？对啊，那叫什么？你说为了做而做吗？怎么讲呢？就是你想要爬到山峰，喝一杯咖啡中间的那段过程。然后你也不是一个爱健康或者是想登山的人，你只是想喝咖啡。然后你帮自己增加了一个这个过程。然后你要说你是一个创作者，然后为此感到高兴吗？我是没看出来，但当事人觉得爽就好。确实，当事人觉得，甚至有些当事人也会跟我说，对他就是不开心。觉得这些东西都一直在怎么讲膨胀吗？等比例的膨胀。要说是欲望吗？或者是满足自己的条件一直在膨胀。对于现代人来讲的话，就你真的你不会觉得很奇怪吗？为什么人一天需要上班到8个小时？对啊。有时候也是，我不知道，就是痛苦是比较出来的，因为有了比较，所以产生了痛苦，就是会觉得大家都做满8小时，我怎么可以不做满8小时？或者是就是其他一样在做 VTuber 的人都把自己逼那么紧了，我怎么可以不把自己逼那么紧？但实际上真的一定要这样吗？不一定。对啊，可是就会有一种感觉也许不需要这么的有上进心有道理。我想要剪留言，社畜1号说上班也可以上低于8小时啊，你就会拿到低于8小时的钱。我觉得对，好像有点这个感觉。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对啊，所以你上班是为了钱嘛，然后钱是为了去付出钱是为了去付你那些需要你付的东西嘛。那些东西是怎么样被制造出来的？为了需求嘛。对。然后这些需求一直在膨胀，一直在变多，你需要付的东西越来越多，然后你对此感到有压力，然后你上班的时数也越来越多。从一开始的8小时到后来，你愿意多加班1个小时，或者是假日愿意回去之类的。不知道大家的上班模式是怎样？反正对餐饮业就是会遇到加班嘛。餐饮业到最后一组客人的时候，会遇到这种加班的情况。然后在创作上也是这样啊。我觉得这些东西一直在膨胀。对，我觉得扣子提供有个点真的是可以去想的，就是对啊，你可以不要排到8小时啊，你可以，如果你钱够用，你其实不一定要把自己逼成这样。但就是创作上不会有这种，在创作上啊，我刚刚讲的东西就是你实际的例子，因为很多人其实没有体验过创作的感觉，但在创作上其实不会有这种够用就好这么明确的一条线。是，对啊，就是我今天的够用做好就好，是像我录音，我应该写到2段 verse 加两个副歌这样子吗？还是就是对现代人来讲，创作上能获得满足，跟你创作上的需求一直在变多，从你的
订阅数，从你的观看数，从你的留言，然后到你能得到的抖内网络上的声量，然后匿名版上的声量，到有的没有的地方，这些你得到流量的方式的需求越来越多，一直在变多，然后这个够用就好的界限，它就会一直被，对，就是会膨胀。对，你会一直被往后推。我觉得是现在大家在创作上感觉不到那种纯粹的快乐的一个本质原因之一。有道理。有人说，果然还是身为观众比较幸福。确实。身为观众也不会比较幸福啊，因为你的选项变得超级多的啊。就你大家今天来看火蛇的直播，你可能就错过其他人的。那你说你可以开2个分页，那你就不能专心的享受一场直播给你的体验。会。这些东西都一直在，对啊。所以如果你说你是超级主推人，你就只看火推。我没有当过超级主推的人，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会有没有什么隐性需求也在膨胀。那也许会有，那如果有人有的话，也可以聊。我也没试过，我也没当过超级主推，我没有当过单推人，所以我也不知道。哦，超级单推人，对。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而且，就其实我也是曾经有过这种想法啦，就是觉得搞创作好累哦，是不是当个观众比较幸福？但是不可能啦，压不住啦。这种有想要创作的人，就是不可能真的说不做就不做。觉得观众要体验的烦恼也是蛮多的。不同类型的烦恼，像是。可能你喜欢的某个日本歌手传出那个不伦恋之类的这种的，然后对你来说就会有一种价值观跟你欣赏他作品之间的碰撞。对，那种我觉得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是一个事件一直都很多。对啊，就是像这种的，我觉得观众。可能也没有那么幸福。结论就是所有人都在受苦，生来就是来痛苦的。大家就是对，可能可以变成这种结论，就是大家原本在玩风之谷，结果突然变成改版，然后突然变成新风之谷，要练的东西变多了，要练的等级也越来越高了。我知道，官方说那个什么，给大家那个什么加成，是不是？开个12小时，是有这件事情吗？你突然没声音，是我聋了吗？不是，吓我一跳。我想说你的跳在动，但我没听到声音，是我聋了。不知道对吧？好像怎么开12小时，然后大家就去坐牢12小时。对啊，超累，感觉现在一个超累的年代，但又超爽的年代。可能每个年代、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时代的烦恼跟悲哀吧。那我们现在遇到的就是这种。对啊。可能未来的人有其他痛苦，哈哈。未来的人的痛苦，感觉都是可预见的。你说什么全球暖化之类的吗？就是我们现在经历的东西，然后再乘以大概100倍。对，真的真的。以后可能开那个 YouTube 频道的那个什么标准变成你什么1个礼拜没有超过1000，你这个频道就被删掉之类的。也是有可能的。超级哈扣，确实超级哈扣。然后你办一个账号可能要先准备个什么20-30万这样才能办，好像什么去参选立委一样。有像哦，要缴一个保证金。
以后未来一定超劲，哇，也不一定啊，说不定明天大家就互相打一个核弹，我们明天就没，对啊，就不用烦恼这些。就是不用烦恼是最爽的。确实也对啊，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当个猫或当个狗也不错，就好像可能就不会想那么多。真的耶，真的超爽。我那天在 IG 上看到有人希望他的狗狗下辈子可以当人，然后我就觉得，你如果不爱它没有关系，但你不要干嘛诅咒它？超好笑。他原本在家里突然躺得好好，然后下辈子突然开始要上班赚钱养家缴税，超可怜，超可怜，真的是在诅咒他。他可能还有前世的记忆。哦，那有比较就会更痛苦哎，好赞。我平常只要在家里等主人回来，对它摇尾巴，它就会给我吃的。我现在要对上司摇尾巴，不爽呵呵。超级可怜。哦，有人说觉得现在近几年 AI 兴起，就让创作者蛮痛苦的。AI 兴起让创作者蛮痛苦的，就是说什么部分？对啊，我也很好奇什么部分。我觉得其中一个痛苦的来源就是有些人会用 AI 做一些东西，然后他们也说他们是创作者。我觉得那个是审美冲突那个跟 AI 没什么关系。就是有这种人一直都在啊。确实，就是以前没有 AI 产图，也是会有人直接偷别人的图，然后说自己是创作者。对啊，真的耶，真的耶。他们只是换一个方式。那如果你说可能会有创作者被取代，我觉得在创作这点，就是艺术层面上不需要思考被取代跟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认为啦，艺术的怎么讲？艺术就是创作者跟观赏的其中一方有人为此感到满足，那 AI 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对啊，就是，而且怎么讲？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最容易被取代？我觉得功能就是你在一个，比如说什么？你在一个商业的行为中，怎样才是最容易被取代？我想要怎么讲比较好？就是可能比较不是艺术家，比较是对啦，是简单然后复杂，需要付出劳力跟心力的动作对，这东西才是最会先被取代的嘛。就像房屋在盖一栋房子的环节里面，应该是盖的那个过程才是应该要被取代啊，设计的那个东西不会被取代啊。的确，对啊，你应该不敢让 AI 去设计房子吧？对，现在应该是不行啦，现在应该是还不敢。我是说整个房子就是不能是辅助，而是整个房子，你应该不会让 AI 去完全的设计一栋房子，一定中间还是会有人为的怎么讲修正。对。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设计这个状况是不太可能会被取代，而是劳力跟重复。这东西它是会被取代，所以创作者来讲，你只要不是那个劳力跟重复的那个状态，应该是不太可能会被第一线会被取代的。有道理。对，然后也会有一些就是这种重复跟那个的艺术行为，但是我刚刚讲的就是我认为艺术就是双方之间有一方得到满足，就可以构成艺术。所以应该也不会有这个情况。所以对于取不取代这件事情，可以乐观一点。审美冲突这件事情上，一直都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有道理，就是会觉得 AI 图看起来很好看，然后就得到满足的人，他可能原本就没有特别追求一些太有想法。对啊，就是。我的感觉啦，也不是什么大看法，
对了，有小感觉。虽然有扯比较远，但是确实，因为创作也有很多种嘛。如果是这种影片，像我比较像影片，或是没有，就是影片的这种创作者的话，其实还蛮常会用到 AI， 就是可能帮忙上字幕还是什么的。这个真的是有方便。然后这就是刚刚讲到的重复性的，然后劳力的这种内容是被取代，其实蛮快乐的啊。不过我现在的困扰是台语没有办法，就是直接听我的台语帮我上台文字幕，现在是做不到的。哦，你们希望之后会有这种东西啊？很需要，超级需要啊！这样我就讲一讲，还可以帮我上字幕。那你有在，就是你有知道台湾有人在做吗？好像，你说已经做好的还是还在做的？就是你有知道，你有在关注哪个，就是有在做这个东西的人啊，或者是什么的？好像没有在 follow， 但是我知道有已经做好的是可以听你的台语，让它打出来是中文的，这个有。哦，叫雅婷逐字稿的一个，它就是网站的服务啦。然后你丢给他那个讲台语的音档，他会帮你输出成中文。那可能大部分的人也不需要台文，所以就已经够用了。确实，所以就有这个需要的人可能不够多，所以他还没被做出来。我觉得也是可就是还蛮好理解的。对，你会希望看台文的需求变多吗？会啊，因为这样的话就代表愿意看台文的人比较多，因为你看着中文你没办法。当然，你可以说你看着中文，你可以在脑中把它翻译成台语，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不太可能。所以，如果你一天当中接触到的文字都是中文的话，那你脑袋里面大概就也都是浮现中文。对，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使用台语的人就还是少，那这个语言就可能还是难以被延续下去。所以，我觉得台湾很需要被使用，就是基于这个理由。这是我第一次这么近的接触台文使用者的想法。对啊，我们好像之前没有聊到这个。我们没有聊过这个东西。对。你有好奇？所以它的优势是在于这里的，就是讲比较，我想想怎么讲。你应该还好啦，你应该没有仇视台罗仔，所以应该是不用想那么多。没有仇视。就讲一个可能有些人不爱听的，就是不是啊？台语现在就它的地位就不是一个正常语言的地位，就是你想一下，有哪个语言是多数人觉得它不需要有自己的一套文字的？就是大部分比较主流的正常语言都有自己的文字吧？对，所以就当然包含，就也基于这个理由，就会觉得台语当然要有自己的文字。那实际上有吗？有，但是在用的人好少哦。就是大部分的有很多人会说自己会讲台语，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读台文，所以就是由此可见，这个语言的处境不太正常啊。所以我会希望这个现状可以被改变。原来如此，没错。就它是一个很酷的语系，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它有自己的发音什么的，但它没有自己的文字。全国有这种，全世界有这种情况的有什么啊？你说台语吗？对啊，就是它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它有自己的那个一套。对啊，因为其实就是我们比较有接触的人，就是会说台语是有自己的文字。那主要有2种系统，一个就是汉字的，因为对，就是很多人会觉得汉字就是中文，但其实不是，因为韩国以前也有用汉字，所以它其实是一个跨语言共用的一个。就像那个拉丁字母 ABCD， 那个是在德文也可以用，英文也可以用，所以它不是专属于英文，就类似这个概念。所以对，然后台语可以这样写，那台语也可以用那个罗马字来写，就是早期传教士就是传教士发明的，然后他就是用那个拉丁字母，也是 ABCD， 加上一些配合台语做的一些就是标示声调的符号啊，这样子做成一套文字系统，这2套都有。那
大家普遍会觉得台语没有文字，是因为那个国民政府禁止这个东西传播，然后禁止的还蛮彻底的，所以大家根本不知道，学校也不教。没错没错。哦，原来是这里，很刺激吧？就我当初开始知道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也是就是世界观崩塌。那像你就应该还好，你就有些人就是知道这件事情之后，他就觉得干怎么可能，然后他就是不愿意他已知的世界被这样子颠覆，他就会打死不承认有这种东西。不会啊，我觉得蛮酷的，因为我从来没有去主动了解过台罗使用者的想法。对，我们刚好也都没机会聊到这一种话题。对啊，对啊，我们之前好像我有问过你，那有一点我忘记。对啊，好像没有聊到这么深。其实挺酷的。对啊，就其实蛮有趣的啊，就是你不要太去在意什么啊，台语要没人讲了，好难过。不要想这些的话，就其实还蛮有趣的。啊？会有人有这样的担忧吗？有啊，我啊就是台语没有人讲。我啊，真假？就会感觉到。你去过彰化以南的地方吗？那边老实说，台语才是那个就是主要是他们平常70%都在用台语。嗯，好像地区是有差，没错。我之前去过，我教招的时候有一区是那个时候就是超纯正彰化人，他们是不讲国语的。好赞哦！对啊，我非常就是这种那边的怎么讲？我讲那边好像有点怪，反正就是彰化以南的。然后我之前也有下过台南，跟他们在酒吧聊天，然后什么什么的，大部分也蛮多都是用台语的，就台语在这些地方是真的，以我一个平常没在用的人来讲，使用的蛮普遍，甚至有讲一些完全听不懂的的确，就这辈子没听过的东西。有人提到年龄断层，我也有这种感觉，就是确实可能跟我们年纪相仿，或是再比我们大一点的，可能就是某些地方还是蛮多人在讲。可是我发现到，就是真的年轻一辈的，好像真的越来越没在讲，感觉是个危险的讯号。哦，年龄哦，这个对啊，年龄好像是因为跟我同年纪的，真的没什么听到在使用台语的。就我也有这种感觉，然后我因为之前有做一些，我以前不是以前啦，反正我大学是念教育相关的，所以我有做一点这方面的实习，然后那时候接触到的小朋友真的都是就完全不行啊，台语完全不行，就是听也不行，然后就是一个让人感觉危险的讯号。台语已经是联合国标准的濒危，哇！确实，它好像有定几个标准了，然后就是有分级，然后就是它那个标准还蛮有道理，就是什么这个语言只在某个年龄层被使用，然后那个几岁以下的儿童已经没办法完整的讲这个语言，叭叭叭叭，我觉得有道理。我是没看过。我觉得还有一个检验方式，就是你想想看，这个语言有办法在生活的各个场合被使用吗？如果不行的话，那它可能也不是一个地位正常的语言。你有看过全台语 A 片吗？全台语的 A 片？对啊，没有看。我也没有，那我就觉得危险了。如果你叫我用台语做那种事情，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做我原本想讲几句，但我觉得好像场合不太对。对，我们应该关台之后才可以。然后我们关台来研究要怎么台语得体 talk 吗？对啊。没有啦，我举的例子比较极端啦，但这就是一个检验标准啦，就是你可以代换成其他的。
极端很色shit。不是啊，不是其他，我是说就是你想想看，你有办法用台语跟人家聊怎么维修太空梭吗？如果不行的话，就这个语言它只能被用在某些地方，那它就不是一个正常的语言。我还用台语跟别人聊维修太空梭。没有啦，我也不知道，我根本就不会维修太空梭。你有看过那种工地影片吗？你说哪一种？就是那种人家在工地上班的影片。突然这样问好像没有。就是他们在聊那种专业术语，用台语在聊怎么那个。有。会很多听不懂的欸。对啊，很多超级多的奇怪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如果是维修太空梭，可能也会有一样的状况。啊，是的，就专有名词或是行业内的。比如说什么系统，然后叫一个很奇怪的名字，然后他可能那个名字的发音可能是什么日治时代传过来的那种发音。对，感觉蛮多这种设备或是工具都是从日本话来的，从日语来的。维修太空梭也会这样，我觉得其实蛮酷的。还是你改天来弄一个。假如用台语维修太空梭，好不错哎！那我要先学会维修太空梭哎，去哪里学？你可以去查那种太空梭上面会有的那种系统，然后我觉得有道理，然后把它念得很像，就翻成台语。对，把它念得很像台语。好，有料。就是你有看过那个吗？有一首歌，不是看过，有听过一首歌，它叫什么团啊？他把它念得很像法语，什么好像有看过。花钱拖啊，亏什么亏？是好像是 IG 的短片。对，我有印象，那个蛮好玩的。然后弄得很像法语歌，他超屌，你可以做类似的东西。我想过，但我觉得那个有点难，我不想直接照抄，要想一下。但真的有料。徐之一陈老师有出过台语语音作品啊。徐之一，你是我知道那个吗？他是专门配那个的吗？配R18的语音，配R18作品的那个配音。他好像也是对台语有点，就是有做蛮多台语的作品的。对啊。好了，我期待。我们有一次，我有一次跟。这个可以讲吗？跟那个 V 其他 V 鹏出去，在淡水玩，反正你应该知道，我们那天在淡水玩，我们有看到，我们那天在路边看歌仔戏，然后看超久。路过的时候真的也会很想看，因为那个不是想遇到就遇得到的。歌仔戏超好看的。对啊。我以前不会有任何想要欣赏歌仔戏的状况发生。到我这个年纪，我看歌仔戏，我看得超开心的。我也很想去看现场的。你没有看过歌仔戏啊？现场的歌仔戏没有看过完整的，就是去的时候已经快结束了，但我很想要从头到尾看一次。我觉得，可是歌仔戏应该从一半就是只看一段，应该也蛮有趣，也蛮有感觉的。对啊，就是他们处理每一个状况用的东西，声音啊还是什么的，都超酷的。而且他们穿的衣服超好看。对，会有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觉。我觉得。就是如果曾经小时候还是怎样听过一点台语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平常很少接触的话，就突然去接触一下，就有一种又熟悉又陌生、非常有趣的一种微妙的心情。还是只有我啊？我也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我听到类似的作品都会，就是蛮放下手边的事情，专心于欣赏这些东西。对啊，就类似这种东西。主要是那种，
文化的传承感吧。对，就是你可以知道有那种时空背景切换的感觉，因为大家知道30年前大家普及的东西，其实应该要是这样子，然后再回想到现在，然后就会突然感受到这种变化的那种冲击感。就是那种对啊，就是那种文化的那种冲击感，它非常的强烈。也不是只有台语会这样。那个我在听到使用粤语作品的时候也会这样啊。然后看到一些港片啊，还是那种日本的那种超老的电影。你有看过那种超老日本电影吗？好像没有，我就看过片段，我没有看过整部。给有空看看那种超老日本电影，也是很有趣。好，有机会一定试试看。昨天好像是一部超老日本电影的纪念日哦，还是今天？哦，14514是今天呢。你说的超老电影是这一种哦？这一种我没有在看呢。不是这种，但是这也是一种啊。是一种没错啦，一个正常的语言应该在各种场域都可以被使用啦，没有错。那日文还蛮正常的，恭喜日本人。这讲靠北。他们的语言是可以在A片中日常使用，就台语不行。对啊，难过，还蛮难过的，真的。还是你怎样？你要我去做色情创作？这是一个文化的传承。虽然很唐突，但是我一直都这样觉得。然后我其实也蛮喜欢色的，所以我其实有想过，但是因为我不会画画，所以目前没有这个安排。但我还蛮有兴趣做这种东西的。你说台语色情啊？台语 A 片不一定要 A 片吧？我说你本人现在拍没有这个打算，就是身材不太好，所以算了。没差吧？不要吧？不要啦！不要啦！你就拍一部戏收着看就好了。那就只是单纯的自己在拍给自己看啊。这样，好吧？还是你去找14514，然后把里面的台词全部翻成台语啊？这个有料这个好像蛮有料的。这个怎么好像蛮有料的？不知道会有版权，不知道有没有版权问题？要去要授权啊！要笑死！不是啊，不是有那个什么？你知道有那个台语不对，有反正就是有那个网站资源网，然后它就是忘记是哪个机关做的了，然后它就是有取得一些动漫的授权，然后把它用台语配音，然后还会有台文字幕的。最近有我看过几部。对，最近那个路人超能100也要出好像是公视吧，好像是公视。对啊，对啊，人家动漫都可以去要授权了，那想必老电影也可以。对。那我期待，那请你做出来。目前没有这个规划，我应该会先把我的其他系列先做好，比如说我的台语 RPG 之类的。台语 RPG 是什么？就是我用 RPG Maker 做了一个 RPG， 然后里面是台文的，然后就是你玩那个游戏就可以练习你的台文。进度多少啦？进度如果以我想象它完成的规模跟我现在做出来的量，我觉得可能20%吧。然后我有做 devlog， 就是记录我做的过程，已经出1集了，可能会有5集吧，大概。那我期待你的 RPG。谢谢。明天那个会有 RPG Maker 晚安台，就是每多一个人跟我说晚安，我就会多做一支装备，可能是武器，可能是盔甲，随便，就是你也可以来说晚安。好，如果记得我就去说晚安。太棒了，好，我们今天时间可能差不多，因为我今天接到一个委托还蛮急的，我可能等一下下播先去做一做。好啊，那我要准备休息。好啊，
那我拜拜们就先拜拜。行，耶、感谢兄弟。好久没跟扣子聊天，真有趣，真有趣。偶尔来一点蛮深入的这种探讨，还蛮赞的。好啦，我看看。野兽先辈有很老吗？其实好像也还好。不是，我没看过，你怎么问我？哦，那个授权的台语动漫承办单位好像是中教大台语系，不过去年11月开始就没更新了啊。这样子哦，我记得好像公视也有，然后中教大好像也有，我记得好像有2个平台，好像是2个平台是有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动漫，对。所以大家就是我资讯有点不完整，就是大家可以再看一下。推荐武器变强的魔法咒语，对。爱听这种聊天哈，我也觉得蛮有料的。我其实也蛮喜欢听这种，就是如果有别的主播进行这种有点深度的对谈，是蛮赞的。好啦，那我差不多该去做委托了。感谢大家今天来看我喝红牛，虽然喝不了第2罐，但是好啦，明天再喝1罐，明天再喝那个莓果口味的。那我就要先跟大家说拜拜啦。大家明天一样晚上8点记得来看我的 RPG Maker 晚安台。那希望明天的网路不会再这样转圈圈了，拜托 YouTube， 拜托。好，那就这样啦，那就跟大家说晚安啦，我要去做委托了，拜拜。